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新北市三重分局28岁员警伫巡逻的时阵，互一个食毒的驾驶冲撞死亡，留下太太甲一个4岁后生。这个抚恤金是不是会当照顾这对母仔囝的生活，嘛将做外界关切的焦点。有媒体来报道，讲这个家属初步只会当摕到100万。警方马上就发新闻稿来驳回，讲这个抚恤金至少有2300万，但是这个金额是引发到基层员警的质疑，讲这根本就是咧画大饼。我们要好好去细检讨，如果人口抓好，如果能够遏制这样的对局。讲爱好好检讨，顶前掠夺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来到市检局主持检警工会报告，地事调念执勤不幸过身涉案的警察。他从中去让他没有后顾之忧。强调到三港争取补助金，三重部警察分局涉案警察13号报名执行巡逻勤务时，却食毒嫌犯西电导向冲动，不幸过身。帮母囝在世间，一家危险汹汹无挂无靠。我进前太太伫咧社群软体抛出个人口罩，引起争议。嘛却媒体压料，若无符合因公殉职，可能补助金就敢若报挂万尔。互新北市警察局赶紧发新闻稿。新闻稿强调，涉案警察的补助金上少2300万，其中包含因公殉职死亡慰问金1200到1400万，建设安全基金300万，加上相关补助含死亡给付等补助600万，超2300万。不过这金额到基层警察这期是伫咧分隔开。因公死亡、因公殉职，我们警察局都会协助家属来跟中央。希望从优抚恤。正办的金额还阁研究主管机关协调，新北市警察局开出来支票，敢讲会到做会到，嘛阁一摆互民众拢伫讨论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